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现在人想要有囡仔毋过生无，会去找医生。医术的进步有各种治疗的方式，嘛会使人工生囝。毋过无论是要治疗不稳症，也是要进行人工生囝，拢着要开袂少钱。政府补助翁仔某做人工生囝已经有2档啊，嘛有1万外的翁仔是安尼来出世。生囡仔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拢有伊的意义，嘛真重要。现代人会当靠医学技术，过去的人若是未生要安怎？今日我来讲较大也阁有的一寡用来救生囝的仪式甲风俗。过去的夜市商店甲即马卖的物件有啥物无共款？伫早期的商店是足侪小头家咧试卖伊新产品的所在。夜市是安怎来的？佮安怎变化？伫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这本册有讲到，过去的人休困的时阵会5、6活动，看起来甲即马差不多，毋过嘛有袂少无相共的所在。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内底介绍这100档来台湾伫室外爬山运动，也是室内唱歌跳舞、生活消遣的一寡变化，请大家去线顶册店交关。进前伫读末有听友替这个节目的第一本册《台湾风俗讲互你听》写评论，伊内底有一项我一直想要回，就是有一个听友讲，若是古早的风俗习惯内底有遮尔济莫名其妙的故事，敢着要继续传落去。我讲遮的风俗习惯的目的，毋是要互遮的传统继续维持落去，是要互大家知影，遮的风俗是人创造出来的，会对时代、对社会咧变。咱若知影遮的传统的起源甲变化，会使了解过去的人是安怎安尼做，也嘛会当家己决定着安怎改变较好。救生囝的各种仪式，甲破病时阵去问神、抽药签，拢相共，听起来无下时代。毋过有时对有需要的翁仔某是提供一种无形的心理资源，因会去看医生，毋过嘛会去庙里拜拜，也是做一寡传统的仪式来甲因家己斗相共。我先为我家己感觉真趣味的换桌讲起。换桌是后头厝的人着准备的物件，方式就是甲规粒的猪肚内底煎一米，佮淡中药落去浸，主食放伫一个茶鼓内底，外口则佮用红线绑2粒硬硬。刷落来，后头厝的人就甲这个茶鼓赶去嫁出去的查某囝因兜，放伫伊的门床中，也是放伫门床头，则佮点点离开。伊的查某囝看到，就爱先甲这个猪肚食了，空的茶鼓就放伫门床骹。这个风俗早期是咧替已经生真侪查某囝，无生后生，也是真熬老体的女性换肚，互因会当换一个腹肚生后生，也是较袂老体。毋过后来嘛变做是互无法度有身的女性会当生囝，叫做换肚。过去的人嘛有软钉骹的习惯，上元节有绑股仔钉，若已经结婚的女性，因会伫钉骹踅来踅去，因为股仔钉的钉甲甜钉的钉是共音，所以代表伫股仔钉下骹行来行去，会当互因生后生。即马有人是伫上元节的时阵，迄天会举股仔钉去庙里拜拜，甲股仔钉留伫庙里，代表献钉求钉。过去的人重男轻女，所以生后生真重要，而且这个责任是这个新妇着要担起来。猪肚是后头厝着准备互查某囝食，因为是因的查某囝爱负责生后生，着爱去软钉骹，毋是查甫人，是女性。结婚仪式内底嘛有袂少是求子的仪式，一项就是叫一个姓林的查甫囡仔伫新的门床顶跳，也是练来练去，
互即对新人会当赶紧生后生。毋过即个查某囡仔袂使想好，人讲好会甲红蚵仔食掉，就无囡仔。伫结婚的时阵，查某的嫁妆就爱准备子孙桶，就是3个红色的桶仔，一个尿桶，一个骹桶，甲一个腰桶。因为这是互查某人生囝了甲幼婴仔咧洗身躯用的桶仔，所以互做子孙桶。通常即个子孙桶是摆伫嫁妆的上后面，所以嘛互做尾担。过去抑阁有一款求子的方法，即马是较少人做啊，就是先去抱别人的囡仔来饲。毋过别人较少甲查甫囡仔送互人饲，所以抱转来大部分拢是养女。因毋望有即个养女以后，就会互伊的养爸母生一个囡仔。若是即对养爸母也是无法度生囡仔，即个养女大汉就会招翁来传后事。有的人佫会烦恼即个养女甲因翁无愿意安尼做，所以会先拍契约，要求伊结婚以后生落来第一个查某囡仔爱对伊的养爸母生。这嘛是过去讲的抽猪母税。这拢是过去旧的风俗习惯，现代有一寡较新的，像是甲金凸仔放伫门床骹，即支凸仔也是鉛笔，若放正面是求查甫的，若放倒面是求查某的。是安怎凸仔会当求子？这应该是后来为华语的凸仔产字来的，就是华语的产字甲产字是共音，所以才有送人金凸仔。抑佫有一项是我较早毋捌听过，叫做贯通石，唱贯路的贯，通路通车的通。逐摆若是有磅空开通，也是车路通车，交通部就会开放民众去领贯通石，因为有真侪人相信贯通石对要有新的人有帮助。即粒贯通石代表因要生囝的阻碍已经退掉。无偌久就会顺利有新，而且一般拢认为乌愈久的磅空，伊的石头的效果是愈好。像雪山的磅空乌诚久，民众就感觉真有效。即马伫行政院伊的园区内底，也阁放一粒雪山磅空的贯通石，伫遐互大家当去摸。即马也阁有一项真实行的，叫做好运棉。就是会互人有新的卫生棉，这是足新的。就是有一摆有一个人讲伊用过真有效，伫线顶讲的，所以到呾就真实惊讲，伫一个女性伊有新的3个月内，已经拆开也未用了的卫生棉，送互要生囝的人，就会当甲伊的好运气传落去。而且一个人就摕3块，一块放伫枕头下面。一块放伫伊的骹网，随时炸咧；另外一块是咩事来的时阵来用掉。也阁有一寡其他真接看到的方法。有的人讲，若去摸有新的人的腹肚，嘛会较好运；也是互拄生出来红蚵仔，踢家己的腹肚嘛有效。也阁有好运汤啊、好运猪，甚至嘛有人会去拆大度到成功的车票。刷落来我要讲的，就是真侪人拢知影的问神拜拜。全台湾求子佮足灵的寺庙是足侪间，我都无伫遮介绍啊。毋过大家应该拢知影临水夫人甲祖先娘娘，也是号做祖先妈。即两个人是专门负责互女性有新甲生囝的神明。有人讲即两人是同一个。毋过若看摆伫庙里的神像，祖先妈是一只手摕一本簿仔，另外一只手摕一支笔。临水夫人是举一支剑的，祖先妈较接快，真侪寺庙内底拢有，临水夫人就无啊。上有名的咧拜伊的是伫台南市迄间专门咧照顾女性甲囡仔的寺庙。临水夫人是真古早的一个人。伊的爸母拢生无囝儿，所以就去拜观世音菩萨，结果拜了做梦就生伊啊。因甲伊号名叫丹静，毋过伊变做仙以后，就加加一个姑，
陈正哥伊细汉的时阵就足巧，嘛会当通灵，所以伊少年的时阵为着要用伊的通灵的能力去保护遮的民众，就去山顶学武术甲法术，学了转去伊的故乡结婚，也嘛替人赶走一寡妖魔鬼怪、掠小鬼仔去救济别人，所以伊的身上是举一支剑。伊上出名的事件，就是伊举迄支剑去山洞内底，甲3条毒蛇拢杀死。毋过伊过身的时阵，会互人封做临水夫人，变做神。有2个无共款的版本。一个讲法是讲，伊有身的时，人请伊去甲害人的白蛇精赶互走，伊就用法术先甲巴肚底的囡仔藏伫厝内。煞无张持，互另外一个妖魔食掉去，所以就下决心要保护有身的女性。迄当阵嘛，因为安尼，伊阁帮赞即个皇后生一个后生，所以皇帝就封伊叫做大奶夫人。也阁有2个过去甲伊做伙伫山顶学法术的女性，3个人做伙叫做3奶夫人。伊过身了，皇帝阁替伊伫伊的故乡，伫福建的一个所在，号做临水乡，替伊起庙，甲号做临水夫人。另外一个版本传说是讲，陈靖国伊家己有身迄当，因为足久无落雨，伊就拜倒雪单要求雨，天顶的神互伊感动着，就开始落雨。毋过同一个时阵，足侪怨恨伊的小鬼仔嘛走出来害伊，所以伊就怎安尼老体个过身。因为安尼，人就甲伊封做临水夫人。结果伊一世人替人赶走妖魔鬼怪，杀死一寡毒蛇。后来人煞因为着要生囡仔来拜伊。当然，故事是讲伊家己认为，互查某人平安生囝比赶鬼搁较重要，所以伊就变做要保护女性甲囡仔的性命，嘛叫做顺天圣母。福建人来到台南的建业街遐，就起一间临水夫人妈庙，除了拜陈靖国、林二娘甲李三娘这3奶夫人以外，内底嘛有祝生妈。也阁有花公、花婆、36鸟母甲高灵公。民间风俗是，若想要生囡仔的人，会使去栽花换斗。这个仪式有2个功能，一个是互未生的人会当生囡仔。过去的人认为人本身是有花灵甲树灵，花公、花婆这2人就是咧管理这个花园。若想要生囝的人，会使去临水夫人遐请花转来。过去的人是芳规盆的花，即马嘛有人是家己炸一束花去。若是要生查某囝，就炸红花；若要生后生，就炸白花。伫庙里爱有一个祈求的仪式，才算完成。也阁有号做换斗，换斗甲换斗的意思较相共。就是互一直拢咧生查某囝的人，会当去庙里甲红花换做白花。听讲即马甲过去真无共款的是，去庙里求要生查某囝的人，比生后生的人加真济。最近新闻咧讲代理孕母照目生囝的法案，甲人工生殖的补助，这系新的医学科技有真济款。虽讲是来治疗，也是互人会当生囝，毋过这个技术对人甲人的关系嘛会产生真大的影响，所以有足侪问题是需要去讨论、做伙思考。像讲，若真正想要有一个囡仔，敢就要求一定要有血缘的关系。若想要去领养一个囡仔，这个合法的过程，才会使变较简单的。也若是真正想要爱有家己的囡仔的2个男性同志，因敢会使去找代理孕母，替别人生囡仔的这个女性，甲伊生出来这个囡仔应该是啥物款的关系？也若是有收钱商业性的代理，
安尼摕钱替人生囝，甲出钱的人，佫会出啥物款的问题？遮拢是值得来讨论甲思考的问题。我要伫遮嘛感谢伫读墨，也是伫北京册店写评论留话的读者，也是听友，因为恁写的建议拢足实在的，真歹势是我足慢才看到，我会一项一项豆豆仔改。我嘛要感谢最近伫 Apple Podcast 留话互我的人，恁互我知影有人咧听这个节目，也嘛真正有人听有我是想要做啥物款的事工。上尾啊，请大家会记得去买册，来去百货公司坐流浪。恁若是对这个节目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，也是甲我讲。嘛，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，也是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 连结。真感谢大家今日的收听。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